秋冬就快到啦，想喺屋企浸翻個 SPA，但係又冇浴缸，又或者嫌你個浴缸太嘥水嘅話，等我嚟同大家介紹下呢個由元氣大人出品嘅快閃 SPA 啦。佢無論長闊高都只係70cm，一般沖涼房都擺得落。以我1米7嘅身高，坐落去仲有位剩啊！身形再大份啲都冇問題啦。只需要注入1/3至半桶水，再喺入邊浸20分鐘，有助促進新陳代謝同埋消除疲勞，真係好舒服噶。屋企有小朋友嘅話，都可以用佢嚟玩水。你睇佢玩得幾開心，不過記住要睇住個小朋友啊。佢仲有一條伸縮排水管，方便排走翻啲水。用完之後接翻埋，都只係得咁細，真係好慳位噶。如果想效果更加好嘅話，可以加少少呢隻由日本進口嘅松心絲浴鹽。至於有咩功效，自己上網揾下啦。除咗浸浴之外，中意足浴嘅朋友可以 click 入呢度睇埋我介紹嘅足浴氧吧，一樣咁舒服。